奇门遁甲。啊，学的算卦，在网上学的。我们是毕业了嘛，手里有点钱，哎，觉得学点东西，学门手艺。然后学什么手艺啊？他说，他有在别的地方学习，就是那种非物质文化传统，非那种教嘛。就像湖南有眉山，江西有吕山。他是说在别的人的那些教派里，人家是有正经非遗，他在那边学习。是。对。要他教你们法。对。我都听懵了。你多大了？21。18。18。2个18，一个21的，现在准备学术。我这么理解，大概是这个意思不？他就开始乱搞，就有些料嘛，什么七七八八的，还是乱跟我们说。用黄纸，他把那个点着了，放到水碗里面，然后加了一点料让我喝。然后他后面吃出问题来了，那些血都是他吐的。那是你吐的？我是要3分毒，他也没有什么东西，你喝他的配个药真。在跟他们两拨人谈话之后啊，我发现这名所谓的被绑架的廖某，虽然年仅只有17岁，但他这一整套骗人的逻辑非常的缜密。反观另外3个呢，都是大学生以及准大学生，他们对此深信不疑，反而给人一种呆萌的感觉，清澈无比又懵懂大条，让人好笑又好气。